喺虛空之中，其實我哋本身係冇時間、冇日期呢一樣嘢嘅。咁所以當我哋運用靈氣嘅時候咧，base on 呢一個最原始宇宙嘅運行入邊，其實我哋係冇過去、冇未來、冇3點、4點、2點嘅。其實任何時間都係同時間發生緊。咁可能都會問我究竟有冇效㗎？即係網上做一個點化，點樣去傳送咧？咁如果你係一直睇住呢一條片嘅話，你已經知道有答案，因為靈氣本身就已經有一個叫做遠距離嘅符號，而呢個遠距離符號咧喺我哋日常幫人做療癒嘅時候都已經會用到。大家好，歡迎返到嚟 Reiki Ram 你嘅靈氣療癒專頻，我係 Kenneth 咁我係一位靈氣大師階嘅靈氣療癒師，亦都係一位阿卡西記錄解讀師。喺我做教學嘅呢段時間入邊咧，我發覺好多同學咧對於最感興趣嘅靈氣符號咧，就係一個叫做遠距離嘅符號。喺外間嘅社會咧，其實對於靈氣呢一樣嘢咧係好有兩極嘅諗法啦。有啲人就好相信靈氣，因為佢哋試過。亦都有一啲人曾經試過靈氣，但係有負面嘅感受，或者有啲人係我讀咗啲靈氣班，收費好貴，但係我又唔見生命有咩改變，所以令到好多人都會覺得靈氣其實係咪呃人嘅咧咁？咁如果你有呢一啲疑惑啦，又或者你其實都想學習靈氣，但係咧又好擔心自己用唔到究竟譬如網上嘅課程又係咪可信得過咧？咁呢一條片咧，你就要繼續睇落去啦。咁當你學習到靈氣二階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呢一個咧，大家都覺得好有興趣同埋好神奇嘅一個靈氣符號啦。咁呢個名字叫做 Honsha Zaisho Name， 佢嘅符號嘅核心意思咧係無過去啦、無現在啦、無未來啦。咁喺我哋身心靈嘅角度咧，其實或者甚至係量子學嘅角度嚟講咧，能量係唔會受到時間同埋空間嘅限制，亦即係話咧，透過呢一個嘅靈氣符號，你可以為身處異地嘅親人朋友啦，或者我而家都係咧經常性係為喺港澳亞洲世界各地嘅客戶啦去做遠距離嘅靈氣，甚至係可以為一啲將來嘅事啦。未來將會發生嘅事啦，做一個靈氣。可想而知，我哋亦都係可以翻去過去啦，為一啲事情咧去做療癒㗎。咁根據翻臼井甕男嘅呢一套臼井靈氣咧，入邊其實都有講到啦，靈氣係人人皆可以學習，呢個係佢嘅特點嚟嘅。意思就係無論你有冇一啲直覺力，或者你係一個點樣嘅人都好，好普通嘅人都好，其實你都係可以學習到靈氣，因為其實靈氣本身喺我哋身上已經有㗎啦。我哋所講運用靈氣嘅意思，其實係我哋攞返大自然入邊嘅我哋叫做宇宙嘅生命力嘅能量。你試想下喺出邊，你行出去個街度，一棵樹佢以咩生存？其實除咗太陽、空氣之外，其實佢都係講緊佢需要生命力。動物要生命力，我哋人類都需要生命力。其實呢一啲嘢係我哋本身最 basic、最基本嘅一啲生存嘅需要。而我哋人類其實係咪冇呢一個嘅生命力喺邊咧？其實我哋當然有啦。如果唔係，我哋點樣生存？問題係我哋做咗咁多年人之後，我哋嘅生命力會係消退咗。不論係因為我哋嘅壓力食嘅嘢空氣生活嘅環境，令到我哋嘅生命力有陣時可能真係會減弱。咁我哋點樣去補翻啲能力俾自己咧，補翻一啲生命力俾自己咧，咁其實就可以透過靈氣去做到。咁作為一位靈氣療癒師，亦都係一位導師咧，我覺得我係有責任話俾大家聽一啲正確嘅運用靈氣嘅概念咯。因為我自己本人覺得坊間有好多對於靈氣嘅誤解，或者係神化得太犀利。譬如係話做完靈氣會即刻發達。或者做完靈氣，我哋會冇病冇痛，乜事都冇。靈氣係一個輔助工具咯。我哋人生入邊所有嘢都必須要經歷翻自己嘅行動，我哋係要付出。喺臼井靈氣入邊，我哋有一個叫做靈氣五戒，入邊係講緊我哋學習靈氣係需要保持一個心。
當中係包括我哋今日係不憤怒啦，我哋係唔擔心，我哋感恩呢個世界，感恩呢個宇宙，我哋亦都要勤力去工作同埋對人親切。我想言之喺靈氣嘅學術入邊咧，唔係講緊一件叫做好神化、好神怪嘅事，話我一學就會變咗第二個人。其實喺學習嘅靈氣入邊，我自己都已經用咗呢個工具2-3年，進步一定係有嘅。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唔係一夜間變咗一個做靈氣身心靈生意發咗達嘅人，係冇，係講緊係隨之以恆。我每一日見到自己有少少嘅進步，喺我心態上面嘅進步，我睇嘢嘅眼界唔同咗，我心念入邊都會唔同咗，令到我就算遇到困難都好啦，我唔會好似以前咁放棄放撇去好負面，而係我會繼續有能力去揾方法，宇宙亦都會帶好多機會俾我去做得更好，從而令到我會有進步同埋做得到我需要做同埋我想做嘅嘢。咁喺靈氣入邊咧，其實頭先講到啦，人人都可以學嘅，甚至如果你覺得自己係完全冇直覺力嘅，我乜都 feel 唔到，或者人哋幫我做靈氣我都感知唔到嘅話，係咪代表我對於靈氣係一竅不通，或者我點學都唔識呢？咁其實唔係嘅。喺靈氣學入邊咧，我哋係有一套係專教一啲人，如果你感知唔到靈氣嘅點樣行法，收唔到信息嘅話，其實你一樣可以有一套指引咧，係帶住你去擺唔同手位，去幫人做同埋幫自己去做療癒。所以其實靈氣呢一個靈氣工具啦，我會講佢本身就已經包含咗明白到唔係每一個人都有咁強嘅感知力，所以佢已經係包含埋冇感知力嘅人，你都可以用到靈氣，因為靈氣本身就係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已經可以用到啊，可以攞出嚟用嘅一個能力。好啦，咁言歸正傳啦，今日我主要係想講解喺課程第2階入邊咧，有一個叫做遠距離嘅符號，係大部分學生咧都係對呢個符號咧好感興趣，同埋覺得非常之好用，因為佢係打破晒所有我哋對於時間空間嘅觀念。大家要記得一樣嘢咧，其實日期啊、年月日啊、時間呢啲嘢，都係由我哋人類喺之前啦，即係歷史上面遠古之前咧，係發明出嚟，係俾我哋去好容易去記錄一啲事件啊，俾我哋去 keep track 住每一日我哋咩時間做啲乜嘢，係一個方便。但係喺虛空之中，其實我哋本身係冇時間、冇日期呢一樣嘢嘅。咁所以當我哋運用靈氣嘅時候咧，base on 呢一個最原始宇宙嘅運行入邊，其實我哋係冇過去、冇未來、冇3點、4點、2點嘅。其實任何時間都係同時間發生緊。運用遠距離嘅符號咧，其實係有3個好大嘅好處啦。第一，我哋就打破晒時間空間嘅限制，我哋隨時隨地都可以咧用靈氣去支援我哋任何身處異地嘅親朋戚友啦。第二就係可以療癒過去嘅一啲創傷性記憶啦，甚至乎第三，我哋係可以咧為未來一啲重要嘅時刻注入一啲正能量。好似我自己為例啦，咁我學咗靈氣之後咧，其實因為我而家喺加拿大，我學習靈氣都係喺加拿大學習。咁但係咧，因為我啲父母啊，我啲屋企人其實佢哋都喺香港、澳門啦，咁所以其實咧，我都係會利用遠距離呢一個符號咧，去幫我嘅屋企人咧喺亞洲嘅地方做靈氣。一直到而家啦，咁我而家都會係去收費去幫客人做靈氣療癒。當中其實我有96%啦，我會講96%嘅客都係嚟自於世界各地嘅，通常都係港澳啦、馬來西亞或者係台灣。咁所以想像下，我哋隔住一大個海，一個太平洋，但係咧，我哋依然係可以咧係做到靈氣療癒嘅，而佢哋係感覺到啦，亦都係會有一個健康同埋精神上邊嘅改變。與此同時咧，我哋亦都成日會用到靈氣符號啦，去處理一啲以前嘅事。
我自己其實係一個好嘅例子啦，因為我以前係一個非常之冇信心嘅人，亦都好多嘢係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嘅記憶啊，或者係返學啊，一啲可能成績唔好啊，呢一啲嘅舊嘅歷史啦，令到我覺得自己係冇乜用。我亦都透過咧靈氣呢樣嘢，我係幫自己咧用Honsai Seishonin 呢一個嘅符號去返去我唔同嘅年紀去做一啲嘅療愈。將來嘅事咧，亦都其實好多時候會幫客人去做嘅。例如係當啲客知道佢某一日要做手術，咁我哋會預先咧幫呢啲客人喺做手術嗰一日咧去注入靈氣啦，去保佑佢哋咧做呢個嘅手術係順利啦，同埋係安全。喺我開始咗教學之後咧，第二個好多人會問嘅問題就係，喂，究竟線上課程喺上網去做一個靈氣嘅點化係咪用得到嘅咧？咁樣。咁首先大家要明白咧，用靈氣咧，我哋唔係話學咗技巧、學咗靈氣符號，我哋就可以用嘅。我哋係必須通過一個靈氣大師咧，去幫我哋做一啲點化。點化嘅意思就係打通我哋嘅7個脈輪啦。打開手掌脈輪啦，令到我哋可以咧channel 到純正嘅靈氣，亦都會幫我哋咧處理咗好多嘅能量嘅阻塞啦，或者清理好多負能量。喺我而家做嘅課程，其實我全部都係做網課嘅，因為我嘅學生咧基本上全部都係喺港澳地區啦，咁所以咧我課程入邊咧基本上都係遠距離。好少部分咧係喺我當地啦，喺我而家呢一個 studio 度做嘅。咁可能都會問我究竟有冇效㗎？即係網上做一個點化，點樣去傳送咧？咁如果你係一直睇住呢一條片嘅話，你已經知道有答案，因為靈氣本身就已經有一個叫做遠距離嘅符號，而呢個遠距離符號咧喺我哋日常啊幫人做療愈嘅時候都已經會用到。同樣，當我哋做靈氣點化嘅時候，我哋都會用到呢一個遠距離符號去開始呢一個嘅靈氣點化。咁所以咧網上做呢個靈氣點化咧係絕對有效咯。靈氣本身就係一個我哋叫做超越肉體接觸嘅一個宇宙嘅能量。既然我哋都可以用遠距離啦去傳送療愈啦，咁所以導師亦都係可以透過呢啲符號咧，去將靈氣嘅點化係精準咁樣咧去傳送到俾學生。咁話雖如此啦，其實遠距離嘅靈氣點化咧都唔係話用咗好耐，因為真正呢一件事真係盛行咧，就真係要講返去我哋新冠肺炎啦嗰段 COVID 嗰段時間啦。因為所有嘅靈氣課程都唔可以現場去做啦嘛，咁所以咧佢哋就發覺，喂，其實將呢一套搬上網教又可唔可以咧？咁經過咗譬如我哋靈氣嘅國際靈氣師協會啦，咁其實佢哋嗰陣時都有做一啲測試，就係究竟網上我哋用返遠距離嘅方式去做靈氣點化係咪都可以用到？然後佢哋發覺係得嘅。喺我嘅教學入邊咧，其實因為我頭先有講到啦，我全部課堂都係網上，咁亦之然我都係用遠距離嘅方法同我啲學生做靈氣點化。而你可以睇返其實我哋學生嗰個回饋，佢哋嘅 feedback 其實全部都係即時係感受到呢一個嘅靈氣點化啦，同埋立刻佢哋係用得到靈氣嘅。咁所以咧喺好多嘅導師啊，或者係協會入邊啊，所用嘅教學方法都已經係現在係包含晒網上嘅課程啦，亦都係好公認咧係可以做到網上面嘅靈氣點化。咁所以呢一方面啊，大家係唔需要去擔心嘅。咁其實咁講啊，全世界已經係有數以萬計、10萬計嘅學生係透過線上嘅點化啦，而成為一個靈氣嘅療愈師。能量嘅連結咧係基於我哋講緊意圖啦，同埋vibration 嘅共振，而唔係講緊距離。咁所以只要你係準備好話我打開我嘅心去接受靈氣，我打開我嘅心去接受導師嘅點化咧，其實嗰個能量就會到達。如果你想體驗真係靈氣嗰個嘅威力，甚至係咧你睇我之前嗰啲 YouTube 片，其實我全部都係用緊遠距離嘅靈氣，你哋都會 feel 到就係原來我都收到嘅。甚至如果你係第一次嚟我呢個頻道都好，你都可以睇翻我其他嘅可以好似呢一啲嘅靈氣嘅短片啦。
咁你都會發現原來喺一個遠距離嘅途徑咧，靈氣嘅能量係唔會因為距離而傳送唔到，因為係冇呢個限制嘅。咁我都希望今日咧係解答咗好多朋友關於一啲靈氣嘅問題啦。可能你會覺得好奇怪，點解我介紹呢啲符號，但係呢啲符號我從來都冇擺上我條片段度。其實係因為咧，我哋學習靈氣咧，其實就算呢本靈氣嘅書啦，呢個係初階嘅書籍啦，佢其實入邊都冇任何靈氣嘅符號係擺咗喺本書入邊嘅。因為咧其實靈氣嘅傳承咧，一直以嚟呢啲符號都係一個我哋叫做小秘密啦，即係唔係咁容易公諸於世。都係我哋上堂學習，我哋會另外將呢啲嘅符號去話俾大家聽係點畫。當然而家可能坊間咧，你要去做 searching 啊，去 Google 揾 AI 咧，佢哋其實都已經答到你。咁但係在於一個導師同埋療癒師嘅道德上邊咧，我係唔可以將呢啲符號擺上網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有興趣去了解呢個遠距離符號係點樣畫啊，甚至亦都要提翻啦。當你識畫都唔代表你可以用到，因為你一定需要咧一個靈氣嘅大師去幫你做點化，開通呢一個渠道，先可以用到呢一個符號。咁希望今日係解答咗大家一啲關於靈氣嘅問題啦，亦都希望係大家會提高翻啲信心。我明白坊間有好多對於靈氣嘅唔同嘅講法做法，亦都唔係每一個靈氣嘅療癒師啦都可以做到一個我哋叫做最有道德嘅一啲嘅療癒嘅。咁但係呢個都唔係我哋要去驚或者去考慮嘅問題，因為每個人做嘅事都唔同啦。只要我哋大家都係打開個心，係希望運用到靈氣係正面，用善念、用愛去用靈氣嘅話咧，其實係唔會因為用靈氣而受到一啲什麼鬼怪或者一啲黑魔法嘅影響嘅。所以大家嘅心念咧先係最重要。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嚟到呢度，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去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如果喜歡我嘅影片，亦都可以利用下邊 Super Thanks 呢個功能咧，去作能量嘅交換嘅。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